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这个词，有两种的读法，两种的意思。交易、交易甲加野、加野。交易是买卖做生意，这笔交易若做会成，今年就好过年咯。啊，这交易无成，朋友怨在，是毋通拍歹感情。啊，那加野是咧形容交易热络，生意兴隆。庙会拜拜，人有够侪，下下客客，一寡卖小店的大头啊，生意拢真加野。这团拍拳头卖膏药的，顶功夫招人客，尤其人喙花真厉害。一寡保药酒甲组团的膏药，拢卖甲真加野。最近这段时间，股票市场的交易真加野。啊，那甲加野兑换的意思就是冷市，就是交易不热络。一般来讲，夜市啊是愈暗愈闹热，啊暗头啊这个卡刀较冷市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加野交易，实在真趣味。